宜兰有农民最近当无用咧补田，说因为中华电信的电缆线油了伤低，还伊的机器去加着损坏。要甲中华电信讨赔偿，煞搁要经过真长真久的协商，安尼伊就袂赴继续该来补田。那中华电信是表示，因要下提责任，嘛详细来调查是安怎机器会去交着电缆线，按照程序来处理。电线过低这一条高度才3.6米。这台补田的机器去互中华电信的电缆卡掉咧。农民讲电缆才3米外悬，地属补眼机通过的时阵去搞着，规个变形无法度作业。机器维修的费用加上无法度补田的损失，对农民来讲是真严重。刚刚这2条。就是这条行过车路的电缆去交着农机具，互农机具的杂货变规变形。宜兰总会农民讲，这并不是当地头一届发生这款的代志，大家拢爱开真侪时间，甲中华电信协商，才会当理清赔偿的事项。有人甚至协商半年，大家有结果已经过上无用的时阵，是真困扰。他们就说你怎么去刮电线？这电线什么时候垂下来的？这种每次都事情发生才说这什么时候掉下来？这怎么说你们施工的时候没有处理好？而且那是新拉的电线呢。中华电信讲绝对袂下提责任，会提出诚意来处理，请农民莫烦恼。一般行过车路的电缆拢有5公尺悬，农机具是安怎会交到这条电缆，要来厘清，嘛要行一寡程序。目前确切的情况是真的是勾到了嘛？那没话讲嘛。那勾到的话，那我们当然是按照程序来讲，中华电信也不可能说，而且就说的不是我们的事情的。那因为我们会看那个管线单位，如果是像是中华电信还是台电那我们会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行政协调，然后。官府表示，农民若拄到类似的问题，会协助做相关的行政协调，帮助农民依附政策的权利。政策当中无用的时期，农民拢爱抢时间，希望会当有上好的收成。不过因为机具交到电缆，政策受到影响，安怎避免落长赔偿的程序？在作业的时阵，嘛更较细致。记者综合报道。